兄弟，真係發夢都估唔到啊！呢出竟然邀請我同你哋成日講嘅偶像一齊打 pair 啊！黐線啊！你睇下，有小鹿，全部都係頂級牌手啊！有潘啊，有 Nathan， 有 Kiki， 哇！仲有成班 influencer， 我一個粗人何德何能啊！而且仲打咗手精彩嘅手牌，我哋一齊去睇下。今次我同 Barry 一隊，我哋亦都好順利咁打到 Stone Bubble， 即係再一隊出局，我哋其他人就可以拎到獎金。呢個時候，天判甩睇一睇手牌，拎到 A6 off， 而判甩離開之前同隊友講咗一句泰文，可惜佢哋千算萬算，算漏咗我哋隊嘅 Barry 係精通多國語言，所以 Barry 係聽到判甩叫隊友開闊啲，玩多啲手牌。當佢哋下注咗24000嘅時候，我哋睇一睇，我哋拎到 Pocket 5， 後手仲有接近20萬嘅籌碼，而 Barry 選擇一個更勢利嘅打法，3bet 到6萬 ，fold 到天佩兒一個坐擁2600萬 followers 嘅網紅，佢選擇 Coco 3bet 跟住，而天判甩 fold 咗。正當刁拿準備開個 flop 嘅時候，我立刻化身今晚打老虎喺 Barry 後面發功，出隻5俾我，出隻5俾我 ，flop Queen 5 Jack 兩隻紅心，我哋中咗 set 5，佩兒亦都保持一貫作風，跳咗出嚟當 bet 25000。我哋觀察咗佢成晚，佢好多時會攞住 top pair 或者 second pair 嘅牌進行當 bet。我同 Barry 已經開始諗緊今晚食咩大餐好，同時亦都希望盡快打晒自己嘅籌碼，所以我哋 min raise 5萬，佩兒 call 咗 turn 階磚3，佩兒再次當 bet 5萬。Barry 當下即刻非常痛苦，心諗你咁樣我真係要快啲諗下今晚食咩大餐好。然後推出我言，對手冇秒接，而係慢慢咁數籌碼。今次我哋仲唔掂個碌蔗，而當我哋自信打開我哋嘅 Pocket 5嘅時候，對手竟然係 Pocket Queen， 3條撞3條，飛機變紙鷂。大家可以見到 Barry 係呆到個口抹足3日3夜都閂唔翻埋，而我細估唔到對面竟然請咗同一樣特異功能咁高超嘅選手，只怪我太輕敵。River 紅心7，我哋被淘汰，望住佩兒甜美嘅笑容，我哋嘅傷感轉眼間已經被融化。如果你哋都想體驗下年底 APT Championship 喺台北舉辦，快啲嚟參加啦！